何西阿书第1章，下面是何西阿、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所食做犹大王约华西的囝亚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，上主对比利的囝何西阿讲的话。上主头一遍对何西阿讲话，讲：你去娶一个淫妇做某，收伊对淫乱生的囡仔，因为这个地方充满淫乱，离开上主。何西阿就去娶底拉因的查某囝，告密伊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对何西阿讲，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列，因为阁无偌久，我要因为耶和华伫耶稣列杀人流血的罪，甲因刑罚。要断绝以色列的王朝，到迄日，我要伫耶稣列山谷压制以色列的宫。告密阁怀孕生一个查某囝，上主对何西阿讲，甲伊号名叫做罗哈玛，因为我无要疼惜以色列家。一定甲因赦免，总是我要疼惜犹大家。我上主，因的上帝为救因，是用弓、用刀、用弓箭、用箭马，也是用马兵救因。罗哈玛长忍了后，妇人人阁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讲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罗阿米，因为恁毋是我的子民，我嘛毋是恁的上帝。总是以色列的人业，话亲像海山，袂量得，袂算得。以前上帝伫什么所在，有对因讲，恁毋是我的子民，将来伫遐要对因讲，恁是永活上帝的囝。犹大人甲以色列人为联合，选一个领袖，对这个地兴起，因为耶稣列的日为正做阳光的日。